大家仲記唔記得嗰晚謝震軒企上頒獎台講嗰婆話，全場都喊晒，張柏芝喊到連妝都花晒，謝賢坐喺包廂裏面靜靜除低咗副墨鏡，所有人都被嗰句我最想感謝我嘅媽媽感動到。但係我想同你講，我哋全部人其實都漏咗一個細節，一個好細微，但殺傷力遠遠超過嗰句感謝。你哋有冇留意謝震軒講嗰句話嘅時候，佢用嘅唔係普通話，唔係英文，而係粵語。更加關鍵嘅係，佢唔係全程講粵語，前面感謝評委，感謝劇組，感謝所有工作人員，佢用嘅係標準普通話，發音清楚，語氣穩定。一個19歲嘅年輕人面對咁大型嘅舞台，完全冇怯場，用普通話穩穩陣陣完成晒所有官方流程。但係去到提到媽媽嗰一刻，佢突然轉換咗語言，冇任何鋪墊，冇任何停頓，就咁自然咁切返粵語。嗰一秒，現場靜咗，但呢種安靜同之前完全唔一樣。之前嘅安靜係驚訝，係大家覺得點解呢個年輕人可以攞到呢個獎，真係估唔到。但之後嗰種安靜係一種只有廣東人、香港人才明白嘅默契，一種呢句話你聽得明，但你未必翻譯得到。我睇直播嗰陣，見到現場啲香港媒體人表情好微妙，唔係震驚，而係一種果然係咁，一種終於明白嘅釋然。因為有啲說話只有用粵語講先至有嗰份味道。我當時第一個反應就係，點解佢要突然換語言？係咪因為普通話唔夠好？絕對唔係。謝震軒有細喺香港長大，但張柏芝一直都重視雙語教育，佢普通話流利，英文亦冇問題。頒獎禮上，佢用普通話感謝評委，感謝劇組，講得自然流暢，完全冇問題。咁問題就嚟啦，點解偏偏最重要嗰句話，佢選擇用粵語？我覺得呢唔係習慣，更加唔係冇意識，呢個係一個經過思考之後嘅選擇，係一個19歲年輕人喺全世界注視之下做出嘅一個清醒決定。我後來一直諗，只有一個解釋，佢唔係想令所有人聽明，佢係想令某啲人一定要聽明，令某啲人避無可避，唔可以假裝聽唔到，唔可以繞開，更加唔可以裝作冇發生。所以今日我哋唔講普通話部分，因為普通話大家都聽得明。今日我要拆嘅係謝震軒嗰段粵語原話，一句一句拆，一個字一個字分析，等大家感受一下點解有啲感情一翻譯就會少咗一半力量。佢講：媽咪，10年你點樣捱過嚟？我知你為着我哋推咗幾多大製作，我都知呢個獎唔係頒俾我嘅，係頒俾你呢10年堅持嘅。好，我哋先翻譯成普通話，意思係：媽媽，這10年你是怎麼熬過來的？我知道你為了我們推掉了多少大製作，我也知道這個獎不是頒給我的，是頒給你這10年的堅持。表面上意思完全正確，100%準確，但問題就係意思對唔代表感覺一樣。呢個翻譯保留咗內容，但失去咗力度，失去咗情緒，甚至失去咗60%嘅重量。因為粵語同普通話之間隔住嘅唔單止係詞彙，仲有情感，有語氣，有成長環境，有一種只有母語先承載得到嘅重量。謝震軒選擇粵語，就係因為佢知道有啲話普通話講出來聽得明，但未必夠痛，未必夠直接，未必夠入心。只有粵語原句先可以令台下某啲人，令電視機前某啲人真正避唔開。第一句，我哋先講捱，10年你點樣捱過嚟？我知。普通話翻譯，這10年你怎麼熬過來的？我知道。但係熬呢個字已經夠苦，不過粵語裏面嘅捱完全係另一種感覺。你聽下個發音，短、層，好似有心口裏面擠出來。捱呢個字唔止係一個狀態，佢係一場仗，係一個女人帶住幾個孩子，面對外界所有聲音，面對媒體，面對輿論，面對無數評價，但佢冇倒低，冇放棄，繼續企喺度，繼續撐住，呢個先叫捱。謝震軒講：我知呢3個字其實更加重。因為佢知道嘅唔係新聞報道裏面嗰啲東西，唔係媒體標題，唔係外人眼中嘅故事。佢知道嘅係屋企裏面最真實嘅10年。佢知道媽媽凌晨幾點起身準備早餐，
知道媽媽為了陪伴孩子，推掉過幾多機會，知道媽媽夜晚一個人坐喺度發呆，第二朝依然笑住叫佢哋起身。呢啲只有屋企人先知道，只有謝震軒先真正見過，所以佢講：我知，唔係普通嘅我知道，而係你經歷過嘅一切，我全部記得。你承受過嘅東西，我一直放喺心裏面。呢個字有重量，有溫度，亦都有責任。第二句，你為着我哋推咗幾多大製作？普通話，你為了我們推掉了多少大製作？關鍵詞就係幾多。普通話裏面就係簡單嘅多少，但粵語裏面幾多唔單止問數量，仲帶住一種心疼，一種我知道你放棄咗好多，多到數唔清，我替你覺得可惜，但同時又替你驕傲。張柏芝過去放棄嘅機會唔係一兩個，係好多好多本來可以令事業繼續上升嘅機會，但佢選擇咗家庭，選擇咗陪孩子成長。所以謝震軒講幾多，其實係告訴所有人，那些你失去的機會，我全部知道；那些你為我放棄的東西，我全部記得。而最重嘅一句就係呢個獎唔係頒俾我嘅。普通話聽落已經好感人，但粵語裏面頒俾有一種交託感，唔止係頒獎，而係呢個榮譽本來就應該屬於你，我只不過幫你攞返嚟。謝震軒講呢句話唔係謙虛，更加唔係客套，佢係講一個事實，一個佢睇咗10年，冇人比佢更加清楚嘅事實。佢意思係唔係我唔配攞獎，而係真正值得站喺呢個位置嘅人係你媽媽。所以張柏芝會崩潰，唔係因為佢脆弱，而係因為呢句話佢等咗10年，10年裏面佢聽過好多，辛苦晒，你真係唔容易，你做得好好，但這些全部都係外人講，真正有意義嘅係自己養大嘅孩子講出口，係嗰個凌晨4點起身照顧大嘅男孩，企喺全世界面前，用最熟悉嘅語言告訴所有人：我知道你，我睇到你，你值得。所以你再睇反嗰一幕，張柏芝喊到妝都花晒，肩膀不停震，整個人縮喺個位度。但呢個唔係失控，更加唔係表演，而係一個女人等咗10年之後，終於被自己最心愛嘅人看見，被自己親手養大嘅孩子承認。嗰一刻，佢唔係因為獎杯喊，佢係因為一句媽媽，我知道你，喊到控制唔住。更加值得注意嘅係謝震軒講呢段粵語嗰陣，佢其實非常冷靜，冇大喊，冇哭腔，冇刻意煽情，甚至比前面講普通話嗰陣更加平靜。但正正因為呢種平靜，力量更加大，因為呢唔係一時情緒爆發，唔係站上台突然想到，而係呢啲說話我喺心裏面準備咗10年，今日我終於可以講出來。每一個字都經過時間沉澱，每一句都係認真。所以我哋反轉頭再諗，點解謝震軒一定要切反粵語？因為有啲情感唔係唔識講，而係普通話承載唔到。語言表面上係工具，但其實語言更加係身份。你選擇用邊一種語言表達，其實就代表你選擇用邊一種身份面對世界。謝震軒嗰一刻選擇粵語，其實係講我唔想只做一個所有人都聽得明嘅明星二代，我要做一個我媽媽聽到最親切嘅兒子。我要用屬於我哋屋企嘅語言講返我真正想講嘅話。而講完捱，講完幾多，其實仲有一個詞更加值得拆，就係硬淨。呢個詞可能先係整段感言裏面最有重量嘅2個字。你留意謝震軒後來接受訪問嗰陣，有人問佢攞獎之後最想做咩？佢停咗一下，然後用粵語講最想返屋企陪媽咪食餐飯。佢呢10年好硬淨，我想同佢講，而家輪到我啦。翻譯成普通話，最想回家陪媽媽吃頓飯。她這10年很堅強，我想告訴她，現在輪到我了。但問題係堅強2個字完全代替唔到硬淨，因為堅強聽落比較書面，比較溫柔，但硬淨係一種從骨頭裏面出來嘅力量，係跌低之後自己爬翻起身。係所有人都等住睇你笑話，但你一句解釋都冇，只係挺直腰繼續行。硬淨唔係形容詞，
佢更似一個判決，係一個孩子對媽媽10年人生作出嘅最高評價。因為謝震軒知道張柏芝呢10年經歷過好多外界嘅批評、媒體嘅追蹤、網上嘅聲音，每一次出現都有人評價，有人話佢變憔悴，有人話佢辛苦，有人話佢一個人帶孩子，有人話佢事業下降。但無論外面點講，有一件事冇人可以否認，就係佢一直都企喺孩子身邊，佢冇逃避，冇放棄，冇將責任交俾別人。所以謝震軒講佢呢10年好硬淨，其實唔止係讚美，更加係一種心疼。意思係，媽媽，我知道你呢10年點樣撐過來，我知道你表面無事，但其實背後承受咗好多。而最關鍵一句就係，而家輪到我啦。普通話，現在輪到我了。聽落好簡單，但粵語裏面輪到有一種交接感，一種責任傳遞。以前係媽媽擋喺前面，幫孩子擋住外界，而家孩子大個咗，可以企出來替媽媽擋一部分。所以謝震軒講嘅唔係你養我大，我養你老咁簡單。佢真正想表達嘅係，媽媽，你曾經用10年保護我，你替我面對全世界，而家我成長了，換我保護你，換我成為你嘅依靠。呢個就係粵語裏面最動人嘅地方，因為一個輪字已經包含晒時間變化，包含晒角色轉換，包含晒一個孩子成長之後對母親嘅承諾。嗰一刻，謝震軒唔再係以前嗰個企喺媽媽身後嘅小朋友，佢開始成為企喺媽媽前面嘅人。佢用長輩，用一段粵語，將10年內媽媽承受嘅東西重新放到所有人面前，然後告訴全世界：我睇到，我記得，以後有我。講到呢度，我哋必須帶入另一個人，就係謝霆鋒，因為好多人都會問，嗰晚謝霆鋒去咗邊？佢有冇睇到兒子領獎？有冇聽到謝震軒嗰段感言？我哋冇見到佢出席現場。頒獎禮前後，佢社交平台亦非常安靜，冇公開留言，冇轉發，冇一句恭喜兒子。當然，你可以話佢可能私底下已經祝福，亦可以話佢本身就唔習慣公開表達，呢啲都有可能。但係作為一個父親，喺兒子人生第一個重要獎項嘅晚上，當全網都關注謝震軒，關注佢感謝媽媽，關注張柏芝流淚，而父親沒有任何公開回應，呢份沉默本身就成為咗一個話題。但今日我唔想去批判謝霆鋒，因為批評佢嘅人已經好多。我想做另一件事，將兩個時間放埋一齊比較，唔係比較邊個更成功，唔係比較邊個更有才華，而係比較兩代人在站上領獎台嗰一刻選擇咗什麼語言，而語言背後又代表住邊個。謝霆鋒第一次獲得重要獎項嗰陣，同樣係非常年輕。當年嘅佢站喺舞台上，用英文再加粵語兩種語言交替表達，語速快，狀態興奮，眼神裏面有一種我終於證明自己。嗰個年代，謝霆鋒代表嘅係年輕人衝出去，代表夢想，代表個人突破。佢嘅感言核心係我做到，我來了，世界見到我。而謝震軒呢，完全係另一種狀態。佢冇刻意展示國際化，冇用英文包裝自己，前面普通話完成流程，後面純粵語表達情感，而且整段裏面幾乎冇一句係講我好厲害，我成功了。佢全部焦點都放喺我媽媽。謝霆鋒當年領獎，主語係我；謝震軒領獎，主語係我媽。呢個就係兩代人最大嘅不同，一個係少年時期向世界證明自己，一個係成年之前想讓世界看見媽媽。冇所謂誰一定更好，因為人生階段唔一樣，但有一點可以比較，就係關鍵時刻，你選擇用邊種語言講邊個人。謝霆鋒選擇表達自己，謝震軒選擇表達母親，一個係自我成長，一個係情感回饋。而呢個差別就係點解謝震軒嗰段粵語會令咁多人聽完之後久久不能平靜。所以當你再睇返謝震軒嗰晚嘅表現，你會發現佢真正特別嘅地方唔係因為佢攞咗獎，而係因為佢攞獎之後選擇將所有聚光燈轉去另外一個人身上。
就係佢媽媽。好多年輕人站上領獎台，第一反應都係感謝自己，感謝機會，感謝夢想，感謝一路支持自己嘅人。但謝震軒唔一樣，佢好清楚呢個舞台唔只屬於佢，甚至某程度上呢個獎盃，佢覺得更加應該屬於張柏芝，所以佢先會講呢個獎唔係頒俾我，係頒俾你呢10年嘅堅持。呢句話其實唔止係感謝，更加似一場公開證明。證明10年前開始，外界對張柏芝有好多聲音，有人質疑，有人批評，有人覺得佢一個人帶孩子會撐唔住。但10年之後，佢自己養大嘅孩子企喺最大嘅舞台，親口告訴所有人：你哋可能睇錯咗，我媽媽做得比所有人想象中更加好。所以謝賢老爺子嗰晚點解會感觸，點解會摘低眼鏡？因為佢睇到嘅唔單止係孫仔攞獎，而係睇到謝家第3代第一次用最直接嘅方式表達自己內心真正嘅選擇。有啲人覺得有種就係咁衝咁人咁同世界對抗，但其實真正嘅有種唔一定係贏過別人，而係喺所有人都關注你嘅時候，你敢為一個你珍惜嘅人站出來。謝震軒嗰晚完全可以選擇最安全嘅方式，感謝主辦方，感謝導演，感謝團隊，感謝所有工作人員。講完，完美結束，冇人會怪佢，但佢冇，佢選擇將最重要嘅3分鐘留俾媽媽，將所有目光全部帶去張柏芝身上。所以嗰段粵語真正厲害嘅地方，唔係聲音有幾感人，唔係講咗幾多漂亮說話，而係一個19歲嘅男孩第一次喺公眾面前替自己媽媽發聲。佢用一座獎盃，一段粵語告訴所有人：請你哋睇下我媽媽，佢值得被尊重。而呢個先係最打動人嘅地方。不過講到這裏，我哋又要問一個問題：謝震軒做呢一次真係只係簡單感謝媽媽嗎？其實未必。如果只係感謝，佢大可以喺後台講，可以喺屋企講，可以喺任何私人場合講，但佢選擇咗喺直播鏡頭面前，喺所有觀眾面前，喺領獎台中央講出這些話。所以呢，已經唔單止係感謝，而係一種公開表達，一種公開宣告。佢想告訴大家3件事：第一，我媽媽呢10年唔係你哋想象中嗰樣；第二，我媽媽付出過嘅一切，我全部記得；第三，從今以後我會慢慢成為可以保護佢嘅人。呢3句話背後都有一種力量，叫做我見證過。因為外界評價一個人，好多時候只會睇結果，但孩子睇到嘅係過程。別人見到張柏芝出現在鏡頭前，孩子見到嘅係凌晨起身準備早餐嘅媽媽；別人見到一個明星，孩子見到嘅係每日陪伴自己成長嘅母親。所以謝震軒講嘅唔係網上那些故事，係佢自己人生裏面真實經歷過嘅10年。亦正因為這樣，呢段話先會咁有力量，因為講者唔係旁觀者，而係經歷者。講到張柏芝呢10年，其實好多觀眾都會有共鳴，因為大家知道單親媽媽3個字背後唔容易，尤其喺娛樂圈，一個公眾人物，任何一個決定都會被放大。出街買個東西，會有人拍；狀態差一點，會有人評論；工作多一點，有人話只顧事業；工作少一點，又有人話失去價值。無論點做，似乎都有聲音。但張柏芝一直撐住，佢選擇自己陪伴孩子成長，選擇將好多時間放喺家庭，選擇犧牲一部分事業，換取孩子成長過程裏面有媽媽存在。呢啲選擇唔一定會立即被看見，甚至好多年都冇人真正理解。但謝震軒嗰晚用一句話令所有人重新看見呢份付出。所以大家點解會喊？因為大家喊嘅唔止係張柏芝，亦唔止係謝震軒，大家喊嘅其實係自己生命裏面那些曾經被忽略嘅付出。好多家庭裏面都有一個默默付出嘅人，可能係媽媽，可能係爸爸，可能係照顧家庭嘅長輩。佢哋每日做好多事情，冇掌聲，冇獎盃，冇人報道，但佢哋一直堅持。所以當謝震軒企喺台上講呢個獎係屬於你，好多觀眾聽到嘅其實係自己心裏面一直冇講出口嘅一句辛苦你。呢就係點解一段短短嘅感言可以傳遍網絡，因為佢唔再只係明星新聞，而係一個關於家庭、關於成長、關於理解嘅故事。謝震軒嗰個獎盃
表面上係一個事業成就，但真正意義上，更加似一面鏡，照出張柏芝10年堅持，照出一個孩子成長之後嘅感恩，亦照出好多家庭裏面那些未曾被說出口嘅愛。而最令人感觸嘅地方係，謝震軒並冇用激烈語言去控訴任何人，佢冇責怪，冇攻擊，佢只係安靜咁講：媽媽，我知道，但正正因為簡單，所以更加有重量。因為一個孩子記得一個母親10年，